呢個簽名書在24第17按樣講到，係講你實際是你個心冷淡，你個心灰心。你嘅力量安細，你冇隻力量強去對付佢，所以是個白色之時、痛苦之時，切家嘅心冇灰心，因為就是個冇力量去嚟對付佢。但係呢，因為呢個經書簽名24第16節樣講到，係講是個女人，是個對嘅人，跌下切ลิ้น。對切ลิ้น意思上帝很懇切加行起來，因為講是個相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是個嘅力量，是個為敵難，是個為逼迫，是個為痛苦，是個單向主耶穌嘅力量，是個得到全能嘅力量，所以呢個經書睇身第一節講是個啲，是個冇灰心，當是個逼迫痛苦之時，因為就是個冇力量去對付佢，嗱，懇切上帝一定是個得到強嘅力量嚟對付呢個逼迫，對付呢個痛苦，是個一定唔會灰心。阿門。